看哦，压反瓜太出的轨迹，所以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南瓜。 It's pumpkin season. Yeah， Oh, that's right. 你看，哇真的，那个抽影懂贴片了。哎呀，哎哇，What is 这个 this? watermelon， Watermelon. 西瓜 Maybe. 好特别哦，造桥拍起来 watermelon. 哇，好特别。 I think Very maybe different than it's America. combo， Maybe 他们应该是 maybe combo. 南瓜界的混血儿， I think so too. I think so 很 too. 特别。哦哇。你看各片反瓜没黑， Yeah. 可以一条一条哎，它一条一条的 So what is this? 反瓜，反瓜。反瓜，pumpkin， Pumpkin，反瓜啊，反瓜，哇哇，你看那个最大颗的，哇这个最大颗的，哇哇，你太高这是了，啊哇，很大颗哎，哇，这个包下来应该有这么大哦。是啊，哇，那个一个人一定吃不完，哇，这 too full 啊！你看前面那边也有，这样哇哇，暗虫啊，一条的， ，This place is so special。哎，都是冇看过暗斗抽型的南瓜哦，暗斗抽型的反瓜冇看过，啊，You're right。全部都冇看过，你看，像西瓜的，那个太杂的，个重重的，暗斗抽型的反瓜冇看过。大鸟，里面啊，单引过了坤反瓜哦，我帮你特别找了一位反瓜的达人陈大哥。哇，大哥，就这位哦，哎，反瓜达人，哦，hello，大哥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三牛。哎，你好，哎，谢谢小吴谢谢啊，今天特别不容啊。哎，泰哥，看到鸦片有按到无腔嘅反瓜哦，也送迄反瓜太出的规矩啊。对，鸭反瓜，你目前正推出的时间。啊，大哥说现在是番瓜，就是南瓜最盛产的季节啊。哦，真的啊，哇，Let's pick the big ones and the sweet ones。耶。你们来提供，好像在美国有些南瓜不是特别拿来食用，可能拿来观赏啊，或者有一些是装饰。那这边的都是观赏用的吗？还是说要全部在使用的？全部都在吃的？哇，这边都可以吃哎 For eating, great news。真的哎，好棒哦！是是是。所以讲，大家有经济发鸭反瓜推出的时间，所以我带你摘几粒的转的。哦，好，谢谢耶，走。 It's pumpkin season。唔错啊，也迄反瓜太出的贵贱，选当季的食材做料理就错了啦。等等要请教老板如何挑选好南瓜。